主后2022年7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。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圣经，咱来读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到16节。你若将这个事教示兄弟姊妹，就会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顺趁健全的教示得到培养，成做基督耶稣的好册用。着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者的传说，为着敬虔的生活，着继续操练家己。操练身躯有淡薄利益，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，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。这句话通相信，值得完全接受。为着这个，咱出力着磨，因为咱的仰望在伫真活的上帝，伊是正人，特别是信的人的救主。你着将这个代志甲因劝勉甲教示，毋通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，着伫讲话、行做、疼心、信心纯洁，做信徒的模范。着伫宣读圣经、劝勉甲教示，直到我来。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恩赐，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甲长老团的hand手赐予你的。这个代志，你着专心致意去做，互众人通看到你的进步。你家己着谨慎，你的教示嘛着谨慎。这个代志着坚持去做，安尼做会救你本身甲听叹你的人。基督耶稣的好仆人。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1节到5节提起，教会中有一寡虚假的教师，教导信徒错误的信仰内容，因放弃原本的信仰，去趁迷惑人的邪灵甲鬼神的教示。因就是一阵信仰的变色仔，良心已经互浮红红的铁印误记号。因错误教导这个信徒，要求因禁止嫁娶，甲禁戒某一寡食物，造成信徒因为相信因这个偏差的道理，甚至离开原本信仰的道路。保罗当然无同意这个虚假教师教导的内容。伊主张上帝所创造一切事物拢是美好，包括所有食物也是安尼。上帝赏赐这个食物，互所有相信佮明白真理的人。咱只要存着感谢的心，就通快快乐乐享受。通过上帝话甲人的祈祷，就真做成，根本无需要拒绝领受这个食物。这段经文的起头，保罗期待勉励提摩太爱努力，成做基督耶稣的好仆人，就着真心教导教会信徒正确的信仰内容。伊期待提摩太更较积极、认真持守有关信心的道理，以及伊一向军队的正确道理。着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者的传说，这个应该拢完全避免，连提起也拢毋通。提摩太若安尼做，毋仅会当帮助伊本身伫灵性上得到长进，同时也会当互教会信徒免行上错误甚至灭亡的道路。保罗伫遮提醒，正确信仰的教导虽然重要，毋过伊也强调，若要成做基督的好仆人，常时
必须看重本身健全生活的锻炼。就好亲像运动员若要搁较专精伫某一项运动，需要持续不断操练、调整、改进。信仰的操练也是安尼，需要不断学习、专注甲操练，才会当伫信仰上搁较成熟、勇壮大汉。也只有安尼不断练习，咱才会成做主耶稣基督合适的仆人。伫咱诚侪教会的领导者，不论是牧者、中级团契会长，也是小组同工，咱拢应该期待勉励家己，成做主耶稣基督的好仆人。咱必须看重本身健全生活的锻炼，常常拨出宝贵的时间，甲主耶稣亲近，佮愿意不断虚心学习、阅读圣经和属灵的书册，操练信仰的生活。常时，身为教会领导者的，担负更较重大的教导责任。当教会领导者伫教导圣经也是信仰内容的时，千万毋通态度轻浮、随便，反倒着认真好好做准备。通过安尼的行动，互家己伫灵性上通得长进，也互教会信徒对伫基督信仰有正确的认捌。默想，伫上帝面前，我是毋是有尽心尽力，成做基督耶稣的好仆人？伫上帝的面前，我是毋是有尽心尽力，成做基督耶稣的好仆人？咱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互我看到家己的不足和软弱，常时愿意认真学习怎样教导正确的信仰内涵，也愿意努力操练家己健全的信仰生活，成做你忠心的仆人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